向爱抽身，顺将嘛一推嘅英雄，乃至错本日啊！佢万敢在外边的面头前，别老爱瞎人爱嘅不是啊！哼，金剑山啊，你金剑山，你全无想到哪里？嘿咩？哎呀！一出进人个身边，老你吓出就凭人个个性嘞，嘿，九九扭扭啊，更有可能你也小人上主了作案救黑么？本来我要念低现在个市场，一下嘞，你就莫怪我按摩钱咯，完全就要应你这家。好，请问，太爷，姐姐，入去可以那个准备兵将，爱让我去攻上啊！讲啥？错，也拜我老你讲，人家小人的上主，嘿嘿嘿，既然就按照万人咯。等到我当上上主了后，受不了你太子家，能听我荣华富贵，是享凌乱了。证明金剑上啊，也拜你那个事情咯。天意不风调嘅事，爱意天上无处地，逍遥上中爱托天色，犹如囊中不来之，一路上去嘅囊中啊。外分离，百姓当年来迎遇，打扮天下真情态，欢喜为父添海意，欢喜为父添海意。哎呀，秀莲，真是排泄了。从而我烟想归下，无法陪伴在人的身边，多亏太你呀！哎呀，相公，何所此话呢？兵行算将，很上中，给百姓也是重要的人客。你身为一上之主，为人民百姓服务，我来托你。就太平下也对呀，多谢娘子，能得谅解与体谅。不过呢，你神隐财神，劝人家身上一起，我不在身边，多不放心，莫做老公的经验嘛。你放心。还有，那财神落泪，那个上色要家头外向合作。不是你做错的呀，相公，你做你放心，我那神山，我会派人去通知你。再讲府中安多的人数，处处的事，我唔会去做。阿娘，
我就比较较放心咯。哎呀，哎呀，太事唔好了。发生乜嘅事情，可以如此慌张？就将军，快说来啊！哦，就係乔太爺帶了大隊嘅人馬刺過來咧。可是端正将军堂令，命以召集人马及时应战。遵命。看我官家起身。相公，本愿心中爱呀参将，一皮不该带兵来。不但身世披风破，恨爱以后改免了对军。天上娘子爱诉怒心，太爱出山来记查明，应当之事一时糊涂，你莫伤身体，唔爱伤人。我夫色彩好脾气，今年该什么品就爱甜，偏僻的色彩太糊涂，民财来福啊中不地风，民财呀福中他不地风啊。娘子放心大中台，为父必将他出世代。千万也不是心烦忧，心平气和爱安排，心福气平爱安排呀。相公啊！该相公啊，生啊财，你就真太好啦，好得啦，当啊出啊，家族啊来抱啊。呀天呀，生啊来，讲的太粗通啊，做事真那么，三思啊来考啊。宋德也替众人十分嘅严险，见上了出马应战，我唔放心，不如我管家随后赶看。父啊！
你不该兴兵来到此地，搞乱百姓的生活。莫爱为何带兵？也无吃相看啊嘞！你对俺做乜？我乃为过错，今变上，你千不改，万不改，对爱是面头前下落我的过错啊！害我颜面全失，失去我的面子，也喊我二老爷吐出来。臭死你呀！你莫想看，你不应该非非三做，误入乡民，有成人的身份，我基本上教训你，你不该贪心。得，拉嘞，都呀哈，起码个时候啊，像二老爷教训来呀！哦，杀！也个金剑上啊，也按到兵不厌诈，也承认啊，就会洗脑跟海信之家啦。来呀！哦，赶快接上。哦。
不能相见。为了原谅那个勇气，再个个，了还非常的时期，你两人又会送上子，为免将来分不清态色，用情想我让你两人看你。然后就来分别啦。树叶来亲那意，爱天那。哎呀，不要！太阳，你看，要不让我有点生意呢呀？我去死啊！太阳，等一下，你看，上到岸等一下，不如你老给男装去做来学啊？这。嘿，看到我个我笑啊！你看，如果个人你笑哦。安尼好，我就将我生意呢，输在我嘅身边，可以那个演员来做来嘅，这样时我就做骗阿爸咯，嘿嘿嘿，来呀！大家准备转来去，手言上类，好来庆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如随时是故意，上有一样来也这户，只听感情非常好，每个你唱过年，哎呦哎呦，每个你唱过年。啊，虽然也爱做就来死，不过啊，我还有一个非常痛想爱的阿姨。还有阿姊老阿哥，三人四世强下多胎。不过啊，我个表哥啊，比我哈厉害，因为啊，身上高级的武功，佢全部就学得以后，哪有像我啊，时常在我辈所在本人欺负，看到啊，佢姑娘本人欺负，我也做唔得表现我男子的气概。错了，
既然阿哥的功夫按理会得到，爱老弟的感情也唔是讲无按容易，爱老弟好功夫，顺杀做得英雄救命。